各位網友，大家好。咁大家聽股評人評論股票呢就好常見啦，咁亦都聽到好多啦。咁但係大家有冇聽過財爺評論股票呢？咁我相信係有聽過嘅。咁因為過去嚟講，每當市場大波動嘅時候呢，就有記者去問阿財爺呢，對香港股市嘅睇法。咁通常嚟講咧，財爺都會就市場方面講咗一啲相當之樂觀嘅、相當之鼓舞嘅説話。好啦，咁今次香港股票市場大家可以睇到最近咧全球股市都係牛市嚟嘅。咁但係香港股票市場咧就斯人獨憔悴。咁外圍不斷上升，但係香港不斷下跌，而且越跌越低。咁大家都應該知道啦，近期香港股市嘅下跌，基於較早之前發生咗一宗富途牛牛事件嘅。呢宗事件就係因為內地嘅監管機構去嚴加打擊嗰啲係非法嘅跨境買賣活動。結果富途牛牛就被監管機構巨額罰款。另外亦都係勒令富途牛牛同埋另外仲有個別嘅證券公司添，將佢旗下嗰啲戶口，佢哋嘅買賣就凍結。未來2年佢手上所持嘅股票，非法炒賣嘅股票，只沽不買。同埋呢啲咁嘅唔合規嘅資金，亦都係嚴加打擊，唔準佢哋再循唔合法嘅途徑，非法咁樣流出境外，作出一啲係違規嘅投資活動。咁呢件事對市場嘅打擊大唔大呢？財爺就有咁樣嘅解釋嘅。佢就認為內地最近整治違規境外投資對港股只有短暫影響。點解財爺認為影響係短暫呢？原因就係因為香港股市其實有接近60%嘅資金係嚟自中國內地同埋香港以外嘅市場。近期我哋都睇到，譬如家族辦公室以至一啲高淨值嘅富裕人士嚟香港嘅興趣同埋數量都好多。總的來說，就是集中精神做好我哋自己的事。咁呢個就係財爺對最近富途牛牛事件嘅睇法啦。佢就認為對香港股市嘅影響唔多嘅。最主要市場方面有40%都係可能係啲本地嘅炒家同埋啲強積金喺市場進行投資活動。而其他嘅60%資金係嚟自內地同埋香港以外嘅市場。好啦，如果60%資金嚟自中國內地同埋香港以外嘅市場，我哋就唔知道其中個劃分係點樣，中國內地佔幾多，其他地區嘅市場佔幾多。我哋假設兩者各佔一半去計，即係話嚟自中國內地喺香港市場進行投資嘅資金，大概佔香港股市約莫30%咗緊啦。好啦。假如而家因為富途牛牛事件而少咗一筆內地呢啲唔合規嘅資金嚟香港進行炒賣活動，你話啦，香港股市係咪真係影響咁輕微呢？而家究竟呢啲咁嘅唔合規資金所牽涉嘅金額有幾多？目前既冇官方嘅統計數字，亦都係冇其他渠道我哋可以知道嘅。但係有一啲西方嘅金融機構，佢就估計。牽涉到呢啲咁嘅違規嘅資金喺香港進行一啲咁嘅炒賣活動，約莫係4000幾億。但係亦都有一啲估計，佢就認為呢啲咁嘅違規資金可能高達2萬億。假如其中涉及港股嘅違規資金係過萬億的話，你可以諗一諗啦。未來2年內呢啲咁嘅違規資金，喺香港嘅股票市場只沽不買。你話對香港個股票市場會唔會係影響輕微？會唔會影響短暫呢？就算資金冇去到2萬幾億咁多，只有幾千億，我相信個影響都係有嘅。尤其是如果佢哋短時間一次過咁樣喺市場推出，相信對香港個股市係增添咗好大嘅沽售壓力。至於香港股市長遠係點呢？財爺就認為啦，佢話今年首5個月，香港股市交投相當之暢旺嘅，平均每一日成交量係多達2700億，即係話按年係上升咗14%。亦都係佢由於交投相當之暢旺啦，所以財爺就認為香港股市嘅前景當然相當之樂觀。
嗱咁另外咧，財爺經常都咁講嘅，咁佢就認為咧，咁就係股票市場啊，交投量大，所以咧就反映咗資金持續流入香港股市，咁長遠嚟講咧係值得樂觀嘅。咁啊，財爺呢一個睇法正唔正確呢？咁我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啊，大家應該明白到市場咧就必須要有買家同埋沽家，大家都同意喺嗰個價位進行交易，嗱咁嗰種成交咧先至可以完成嘅。嗱咁假如買方同埋賣方力量均衡嘅時候，大家同意喺某一個特定嘅價位成交，嗱咁於是乎咧，你會睇到個市場就冇升冇跌，而交投咧係保持咗一定嘅暢旺。咁但係市場唔係噶嘛，每一日市場咧唔係升就係跌。嗱咁樣呢個情況我哋點解釋呢？嗱咁啊，當市場上升嘅時候，咁我哋咧一般都會認為嗱，市場個買家咧就比較咧係急進嘅，比較進取嘅，佢哋願意係用高啲嘅價位去買入股票，所以咧呢啲咁嘅資金就願意咧不斷咁樣將呢個價位推高，咁啊結果咧係雙方成交啦。咁呢個買家因為有沽家嘅沽售，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嗰種交易可以成功係進行啦。咁而咧，假如市場嗰個係價位上升，指數上升，即係話買方嘅力量係大過賣方，嗱，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好明顯係屬於資金流入市場。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嗱，當市場下跌嘅時候，我哋又點睇呢？咁即係話嗱，喺市場入邊嗰啲沽家，咁根本佢哋就係比較心急套現離場，比較心急咧將手上嘅股票賣出去，所以佢哋不斷咁樣願意用更加低嘅價位，咁啊將嗰啲股票賣俾呢個買家。嗱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咁點解咁多人咁急於係將股票賣出，係將資金係拎走呢？咁可能佢哋對市場睇得唔好啦，咁但係亦都可以反映咗呢。嗱喺呢個情況之下，嗱沽家係進取嘅，佢不惜推低啲，將個價位推低啲，就將手上嘅股票賣咗俾你。嗱呢個情況就可以反映咗。嗱，沽售嘅力量應該係大過購買嘅力量，咁啊先至會令到係市場下跌，而呢交投相當之暢旺。換言之，而家香港股市下跌，我哋唔可以因為佢交投暢旺，所以呢就認為有資金流入，咁反而呢，我哋呢就係見到喺跌市入邊交投暢旺，即係話代表咗好多賣家、好多沽家都係呢心急離場。咁即係話咧，市場嚟講根本就係資金流出多過資金流入。咁啊，由於而家香港股市不斷下跌，成交量亦都相當暢旺，所以大家可以睇到根本係資金流出。咁當資金不斷流出嘅時候，你話啦，香港股市仲會唔會係處於牛市呢？當市場嘅購買力不及沽售壓力，咁你話啦，未來香港嘅股市前景係唔係大家仲可以咁盲目樂觀呢？多謝各位。